今仔是受到杜苏芮风台影响上大的一天，咱国内的海运佮空运全部拢停航。交通部民航局表示讲，到今仔早起10点国际线航班取消83架次，有22架次延误。风台目前是对台湾南方的海面上，豆豆经过台湾海峡的南部、东部地区佮恒春半岛，都要特别注意超级的大水雨。中南部对今仔暗时开始，风雨嘛愈来愈强。松山机场国内线航厦规间拢空，受杜苏芮风台的影响，27国内线是全部取消。因若到10点为止，国际线取消83架次，22架次延前。不过也是有民众到机场才知影。对啊，7号啊，明天要等7号啊。去金门啊，对，退票。杜苏芮风台27早时11点的时，风台中心离台湾有200公里。气象局继续对苗栗以南、东部地区、澎湖、金门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27到28透早是风台上挖台湾的时阵，台湾4号围海影拢会真大，沿海也有强阵风。它接下来会往北西，也就是在今天通过台湾海峡的南部，在明天进入中国的福建。这2天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已经为东部甲屏东山区带来济雨水。为25开始算起，花莲山区累计雨量已经挖800毫米。接落来，除了东半部甲恒春半岛，可能会有近磅大水雨，南部地区雨水也会开始增加。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，随着台风逐渐通过澎湖的西南方海面，除了东半部降雨还是持续之外，尤其是在南部甚至到中部局部地区，雨势也会增加。而且呢，距离台风中心比较靠近的，比如说澎湖或者是接下来的金门，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，雨势会明显的加大。气象局提醒，东部地区、恒春半岛大水雨甲大风拢会继续，要保持警戒。中南部、澎湖地区暗头开始风雨会愈来愈强，接落来到28透早，金门的风雨也会开始增加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